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小五咧想帶大家睇一個易趣園嘅單位。呢個項目咧由新鴻基發展。今日睇嘅單位咧，實用面積仲要過千尺添。呢個單位咧，實用面積1022尺，3房1套嘅間隔。一入到單位咧就係客廳啦。睇下呢塊落地玻璃同露台，係咪令到個單位好光呢？單位嘅景觀都係望返內園㗎，呢個內園景係咪好靚先？實用面積1022尺嘅3房，客房梗係大啦。嚟到主人房，小五最欣賞嘅就係呢塊弧形嘅落地大玻璃啦，可以望晒成個內園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睇完咁多先。如果跟住落嚟想睇我拍咩嘅話咧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